上帝对雅各讲：起来，上逼摕你去，住伫遐里，爱伫遐里筑一座坛，互上帝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阵，向你显现的迄一位。雅各就对因家中的人，并一切甲伊同在的人讲：恁爱除掉恁中间的外邦神，也爱自结敬畏伊想。咱爱起来，就逼着你去。伫遐里，我要筑一座坛，互上帝，就是伫我遭难的日子，应允我的祈祷，伫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迄位。因就甲外邦人的神像，甲因的耳仔上的金环交互雅各，雅各就藏伫细剑遐尼的橡树下底。因便去行前往，上帝互迄周围城邑的人拢信惊惧，就无追赶雅各的众囝了。怎呢？雅各甲一切甲伊同在人，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因伫遐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甲迄地方号名叫伊洛伯特利。因为伊逃避因哥哥的时阵，上帝伫遐里向伊显现。利百加的儿母底波拉死了，就葬伫伯特利下面橡树下底，迄丛树名叫阿伦巴果。雅各对巴旦阿兰倒转来，上帝阁向伊显现，赐福予伊，阁对伊讲：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，毋通阁叫雅各，爱叫以色列。安尼，伊就改名叫以色列。上帝阁对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爱生养济济，将来有一族甲多国的民对你离生，阁有君王对你离出。我所赐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地，我要赐予你甲你的后裔。上帝就对遐甲雅各讲话的地方升上去了。雅各便伫遐里立了一支石柱，伫柱仔顶奠酒压油。雅各就甲迄个地方号名叫伯特利。因对伯特利起行，离伊花摊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林产甚是艰难。正伫艰难的时阵，收成婆对伊讲：毋免惊，你阁生一个后生了。伊将近伫死灵魂要走的时阵，就甲伊后生号名叫便俄尼。因老爸却甲伊号名叫便雅悯。拉结死了，葬伫以法他的路边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伫伊的坟顶立了一桶的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阁伫咧。以色列起行前往，伫以德台迄边击打长平。以色列住伫迄地的时阵，流便去甲因老爸切毗拉同寝。以色列也听到了，雅各共有12个后生。利亚所生是雅各的长子流便，还阁有西缅、利密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拉结所生是约瑟、便雅悯。拉结的孙女毗拉所生是但、拿夫、他利。利亚的孙女示帕所生是加德、阿瑟。这是雅各伫巴旦阿兰所生的后生。雅各来到因老爸以撒迄边，到了基列阿巴的曼利，就是亚伯拉罕甲以撒寄居的地方。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。以撒共活了180岁。以撒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气绝而死。
归甲因列祖迄边，伊两个后生以扫、雅各，甲伊埋葬了。